星光伴讀，逃是不可能逃的，中國人誓戰到底。作者費清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喺上個禮拜反駁坊間流傳關稅豁免嘅講法，好串嘴咁樣話冇一個國家走得甩，你哋咪諗住走佬啊！仲特別點名中國添，話中國對美國最惡劣喎。中國貨平靚正，自己忍唔住爆買就賴話中國對美國惡劣。至於叫中國唔好走佬，更加係笑話一個。佢當自己係乜嘢啊？真係以為自己係大佬啊？點解中國要逃避美國呢？中國從來都冇諗住走佬，反而係迎難而上，寸步不讓。睇下由阿侵今年2月再做總統到依家，中國多次回應美國嘅威脅，態度一貫係咁強硬嘅。3月特朗普打響關稅戰第一炮嘅時候，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就已經講到明啦，中國人民從來都唔信邪唔怕鬼，對於霸道霸凌更加係不吃這一套啊！呢一啲回應邊度有半分逃避嘅意思啊？中國就已經表明㗎啦，如果美國一意孤行加徵關稅，一定會同步對等反制。就喺呢一個4月啊，特朗普關稅政策加碼，對華關稅一加再加，由34%加到84%，再加到125%啦！中國有邊一次唔係對抗到底啊？特朗普仲口出狂言，話要等到我國家主席習近平主動打電話俾佢傾，喺佢收手之前啊，睇怕等到頸都長都唔會等到啦。其實中國人比任何國家都要明白，向霸權讓步嘅後果係會有幾嚴重嘅。喺晚清時期嘅慘痛教訓已經深深刻入咗每一個中國人嘅骨髓入邊啦。自從鴉片戰爭開始，中國被迫簽訂一系列不平等嘅條約，南京條約、北京條約、馬關條約等等，各地賠款，喪權辱國。香港被割讓，被迫開放通商口岸，俾外國嘅軍隊駐紮中國嘅領土。呢一啲屈辱，每一個中國人都唔會忘記。所以中國人知道面對外部壓力嘅只有一條路，就係堅定不移，決不退讓啦。特朗普呢一種你唔好走嘅威脅，對於經歷過8年屈辱嘅中國嚟講，根本就毫無意義。中國冇打算走佬，只會更加硬淨啦。中國而家已經喺咁多方面超前美國，而且內需嘅市場足夠強大，科技創新能力日益提升，產業鏈又完整。特朗普真係以為加關稅就可以嚇到中國？中國已經做好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嘅充分準備，任何力量都阻擋唔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嘅歷史步伐。特朗普特別點名中國，其實就係反映咗美國對中國崛起嘅恐懼同埋焦慮。但係佢似乎就忘記咗一點啦，今時唔同往日，今日嘅中國已經唔係晚清時期嘅中國。歷史教訓話俾我哋知，唯有做好自己，唔再受制於人，先至係真正嘅強大。所以特朗普真係唔使點名提醒中國唔好諗住走佬啊，因為中國從來都冇諗住走，更加係冇畏懼、冇退讓，誓死戰鬥到底。